第6章破病含良心不安。当我行我船边，我发现大船的位置已经大变动。原本待伫山泥的船头甲板搭上无举6英尺悬，船尾伫顶摆我上船超物件了后，过无久就互海涌拍甲破家家，搁分离船身，要是翘悬搁冰摊起。伫船尾四边原本拢是水，着收看头买遮会到位。打伞举悬，伫退楼的时，我顾行的就会当我近。起身我感觉着惊，毋过真紧我就得到结论，这定就是地动的结果。因为遭受大震动，船已经比早前搁较破。逐工船顶的济济物件互海水冲开，搁渐渐互风映入到海岸。这互我对搬厝的计划规个暂停。迄天我虽无用试试想办法上船，毋过我发现已经无啥物件通搬啊，因为船底塌甲礁是沙。不二个我已经学会晓乐观看代志，就决定要甲船尽量拆落的物总会对我有路用。5月初3，我开始用机仔记断一支怀牛。我想迄是用来支持顶面的甲板，也是后面的甲板。甲记断了后，我甲边仔接悬的沙仔尽量清开，毋过即时潮水开始在涨，我只好暂时放弃。5月初4，我去钓鱼，毋过钓无一尾我敢食的。但我感觉野生拄要离开的时，我钓到一尾尖海猪仔。我用的是固麻丝做的长线，无用鱼钩。故安尼，我定定钓到袂少鱼，有够我食。钓到的鱼，我顾日头晒，食鱼仔干。5月初5，伫破船顶做工，锯开另机怀牛，搁为甲板剥开三块双仔帮，甲因绑做伙。等起楼的时，互潮水涌到海岸。5月初6，伫破船做工，为船顶得到几若支螺丝栓含一寡铁件，真拍拼做。当到厝忝甲，想要放弃啊。5月初7，搁来到破船，毋是要做工，因为怀牛锯掉，破船担袂起家己的重量，已经在裂开。船身有几块已经散开，船窗开开，为外口就看会入去。内面差不多拢是水含沙。5月初8，来到破船，炸一支顶板来绑甲板，即时甲板无水嘛无沙。我交2块绑，搁靠海流加引上岸。我甲顶板留伫船顶，明仔载通搁用。5月初9，起破船，炸顶板入船内面，摸着几若个桶仔。固顶板加撬松，毋过撬袂开。我嘛摸着一捆英国的烟片，毋过链伊袂动，动甲袂振动。5月初19、14，逐工起破船，得到济济柴料、柴棒含2、3项水袂动的铁材。5月15，我炸2支底补头，试甲一支的刀喙拄伫烟片，用另外迄支加工。看安尼是毋是会当为迄捆烟片暂一地落来？毋过因为浸伫差不多1.5英尺深的水里，我无法度出力讲下面的补头。5月16，昨暝起大风，破船看起来互海涌冲甲搁较破啊。毋过我去树林真久，伫遐掠粉鸟转来食。后来因为中楼，即工我就无去破船。5月17，看到有破船的残骸吹到海岸，离我不止啊远，有2迈外。我决定过去看卖，结果是船头的材料，但是伤重，我搬袂振动。5月24，即几工，逐工我上破船做工，我出大气力，利用顶板撬松一寡物件，等潮水一个中。有几个桶仔含2骹水手箱仔就浮出来，毋过因为风是为岸顶头来，迄天飘上岸的简单是一寡柴壳含1桶白子乌猪肉。
迄猪肉早就互海水浸歹，阁有涂刷。除了去找食的，我逐工继续安尼做工，一直到6月15。伫即期间，我拢伫海中的时去找食的，等退楼倒阁上船。我已经得到袂少的柴烤房仔含铁件。假使我会晓，则会已经有够我做一只小艇。同时，我嘛偷偷买厝着几若块烟片，重量大概有1行水位。